先来关心的是，美国总统 Trump 宣布甲日本来达成大规模的贸易协定，对日本对美国呢，来投资5500亿的美金，那美国对日本是会扣到15%的对等关税。另外，这美国甲菲律宾、甲印尼也来达成协议，对这两个国家来扣到19%的关税。那中国目前知影的是，第三轮的这个关税谈判是伫后礼拜来进行。美国甲日本的关税谈判有结果，美国将日本进口商品扣15%的对等关税。日本同意对美国投资5500亿美金，美国会未来得到90%的利润。这是美国总统川普第日伫社群媒体宣布，表示已经甲日本达成一项，可以讲是可能史上上大规模的双边贸易协议。日本首相就泡沫23对记者表示，安怎看待这个谈判结果，要等详细确认谈判甲协议的细节了后才去讲。另外，川普第日伫北京接待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President Trump, sir, your message to the 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We love them. Can you get a trade deal done? And we respect their leader greatly. This is their leader. Thank you. Can you get He's very tough on negotiating, but that's okay. It'll work out. President Marcos, think we'll get a deal done today, sir? I think we will. 比会了后，伫北京办公室会谈。会后，川普宣布双方完成一项贸易协议，包含对菲律宾输美商品扣19%关税。美国出口到菲律宾的商品会付零关税待遇。随即，大文阁表示，甲印尼正式达成贸易协议，印尼取消因99%的关税比率用零关税，印尼收访美国所有的产品会付19%的关税。也阁有伫甲小马可仕的会面内底，川普也证实不偌久就会赴美中领导人会面。President Xi has invited me to China, and we'll probably be doing that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甲中国的关税谈判，美国财长贝森特日前表示，会伫1月29日甲中国财政部长兰佛安伫瑞典斯德哥尔摩讨论延长原本8月12到期的关税交换期。这是美中之间的第3摆经贸居然谈判。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